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est 麦克风实验一二三123可以再大声一点123麦克风试验123后面听得到1 1 2 3 123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领受昨天来的恩典跟同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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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羔羊。归给我们，唯有他是荣耀，尊贵的赞美，在宝座上，你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来敬拜他，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要将荣耀归给我们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他圣。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们要开口来感谢赞美我们连续在台湾整个这样的疫情都得到上帝的保守我们开口来赞美，也求主帮助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我们开口来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敬拜你，你是配得尊贵荣耀赞美的主。主，我们奉你们一同聚集，一同敬拜，一同祷告。主，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宝座，让我们能够遇见你，看见你的荣耀，得着你的恩典，也成为你赐福万民的管道。愿你兴起你的教会，在这个城市来向人诉说神你奇妙的大能。主，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赞美的主，你是造天造地、掌管万有的主。主，我们向你称谢赞美，你是给我们生命气息，也保护你的子民在这个国家这块土地，因着你的恩典、慈爱、怜悯，让我们得以存活，
让我们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还有许多疫情，没有办法很自由。主，我们献上感谢，来到你面前，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敬拜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请坐。我们要来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来祝福、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宣告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帖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要为我们国家城市来祝福、来祷告哦。不知道早上你们有没有被摇醒哦？有啦，有牧师就睡得很好哦，没有被吵醒哦。那我一看，我蛮敏锐的哦。4点，我看我的手表4点20了。那新闻是说4点19哦。每一次哦，我都在注意哦。每一次在绕境的时候，绕境那一天就有地震了。那今天更大更强哦，大概6级哦。那我们真的为这个国家城市来祷告，这样的一个绕境带来的冲突，我们看他在彰化为了抢，是不是抢到就得更多的祝福啊？我没有抢到，但是我相信的话，就没有祝福吗？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每一次在做这样的绕境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灾难，我们真的要为这块土地来守护、来祷告。愿神除去这一些的灾难，远离我们，因为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怎样？加增哦，必增加了哦。所以我们开口来为我们执政掌权的来祷告啊，我们为这块土地来祷告，为这一地的百姓来祝福，让他们认识主、敬畏主。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怜悯台湾，你让我们在这块土地能够安居乐业。但是我们受到许多的威胁，有许多的混乱彼此的罢免求你来恩待这块土地国家，放下仇恨，能够有和好和睦的灵充满在这块土地，使我们能够一起来敬畏你、敬拜你。我们执政掌权的知道如何敬畏你。如果他以别的神来代替主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愁苦必加增，求你来怜悯。主啊，我们为执政掌权的，为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来祷告、来守护。我们站在这国家的破口来守望、来守护，向你来祈求。说，因为以别的神代替主上帝，愁苦必加增，让我们执政掌权知道权柄从你而来，让我们知道敬畏你，无论大小必得福气。主啊，让我们知道来到你面前的，你必怜悯施恩。所以求你向我们的百姓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全能，除去一切黑暗的势力，辖制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百姓的心，释放他们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愿你兴起你的教会来守护国家，守护这块土地，还有这城市的百姓。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了我们的需要来祷告，来祝福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
他们，直到永远。我们要为在各方面我们的身心灵，如果缺一就不能整全。所以我们在身心灵的恢复，你需要的，你可以站立起来。婚姻、感情、产业，现代的社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你在这几方面，事业、工作，还有学业、人际，你需要被祝福的，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弟兄姐妹会为你来祝，我们的同工会为你来祝福，或者是你坐在原地，你可以开口来祷告，说按着你需要的健康的部位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来宣告主的能力、权柄充满在我们当中。如果你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要为你来祝福、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奉你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看见你是医治，你是怜悯，也是供应，你是满有恩典慈爱的主。让我们信到你的恩典，是因着相信，因着你的怜悯慈爱，愿你来医治释放，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灵里要得自由，在身体要得医治，在缺乏上得供应，在彷徨的时候要得力量来接受你的扶持。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我们奉你名宣告，主，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我们知道盗贼来、撒旦来，无非是要偷、要杀、要毁坏。你在我们当中掌权，让我们心思意念，让主来做主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得着自由，脱离一切黑暗权势的辖制，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你就要大大充满。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带领，就与你的子民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最后要来为我们的主日礼拜来守望，我们一起用主的话宣告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要为整个礼拜今天第二场礼拜完的爱餐的恢复因为从6月7号政府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大解封，恢复可以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聚集饮食不过我们还是实名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警醒为了我们跟神之间，特别是祝福这些慕道的朋友，让他们真的认识这位神，是他随时的帮助。我们为女子神学院的事工经会来祷告。今天还有特别针对亲子活动洪涛妹老师再次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还有孩子在他们生命有不断的成长。我们开始这夏令营的筹备有许多这些第一次进到教会参与志工的这些年轻人，昨天我跟他们谈话为他们祷告祝福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进到教会参与在夏令营的事工那我们夏令营大概只剩2位昨天还有3位，现在只剩下2位都额满了所以我们特别为了我们的夏令营在这个城市已经建立很好的口碑那祝福这些年轻人能够成为这些儿童的一个祝福那为了第9区区长、小组长来祝福愿主来透过小组彰显他的荣耀跟慈爱。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谢谢耶稣，你来帮助我们看见
你的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也是应许使万民能够得祝福的主。愿你在你的荣耀当中，使你的百姓看见敬畏，也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同敬拜，领受你的救恩。主，谢谢你，真是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向我们来显明，也叫你的子民能够领受恩典，也用诸般的智慧来敬畏你。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你的救恩，帮助你的教会在这个城市，透过小组，透过各样的服事，能够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也能够领受你的恩典，全家归主。我们要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他是让我不致动摇的主，他的名是耶和华。哈利路亚！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去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支持，因为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我的主。再次来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支持，宣告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是耶和华的帮助。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你是耶和华。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四围的盾牌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一宿虽然有哭泣，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帮助，我的
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得胜了，让我们一起颂赞他。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因为耶和华已经得胜了。弟兄姊妹，他要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他要为我脱下麻衣，给我披上喜乐的灵。主啊，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说：我的心全心全力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彰显赞美主，因他行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我的心啊，你要一天心事呈现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呈现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我的亲自，心啊，你要一天亲自呈现赞美主，因他的恩典够用，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试炼使我遇见主，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也会胜利开垦，因为我才先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因为他每一次赞美的时候，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试炼使我弟兄姊妹，唱到你的灵里面，主是我们成就大事的神。哈利路亚！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也会胜利开垦，因为我才先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每一次我呈现赞美，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试炼使我遇见主，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也会胜利开垦，因为我才先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才先赞美主，因为我才先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才先赞美主，因为我才先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呈现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是为我差遣伏笔的主。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我们凡事无所畏惧。主啊，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信心的境界。主啊，不论我们处在任何的难处里面，主，你喜悦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凡事都能做。谢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其实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完全的交其托。实完全交托。哈利路亚！主，你已经掌权。
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路，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现在主我们再一起来的说，我凡事都还没有看见，能但是我们相信主。心事未曾看见，仰望在心里面为我们创始成终我们的神。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力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路，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我要请敬拜团继续为我们唱，弟兄姊妹，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是未曾看见，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一人仰望十架，不管我们在心中有什么样的忧虑，心事不管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恐惧跟害怕，但是主说，神之主已我已经掌权。主，我们要靠着你，主，我们要靠着你。主，你为我们吹响号角，十天上的使者为我们吹响号角，帮助我们一起来征战我们心里面的恐惧跟害怕。主加给我们的力量，主啊，加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宣告，主，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说，我靠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路，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路，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只要我们行在主的旨意，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主，谢谢你，当我们软弱，何时软弱靠主，我们何时的刚强。在困境当中，有你指引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谢谢耶稣，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帮助，你是我们患难中的盾牌。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愿你从天上彰显你的荣耀，你的同在，让我们不惧怕，勇敢，让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凡事都能做。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让你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介绍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
孙怀芬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她。另外有不便介绍，我们也祝福这位黄弟兄。那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来翻开我们周报可能那个空调打开一下我们在第一页的消息今天是台湾女子神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奉献。我们今天开始因为大解封的关系，所以我们恢复这一切的聚会在室内的人数也不受限制了所以我们爱餐就从这个主日开始。那7月5号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如果要受洗报名的，请在6月21号前向牧师或者是我们的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今天下午会有亲子讲座，透过游戏提升亲子关系。我们邀请洪桃梅老师在下午12点半到2点，就在我们的6楼。那我们的夏令营从7月20号到25号举行。那在6月15号之前报名有享优惠价。那已经剩下2个名额而已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把握。如果你的子弟、你的孙女孙儿都还没有报名，赶快那报名要进入到网页网站来报名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愿上帝来赐福我们。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遍，一起来。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章12节再一次。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章22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可以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那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
感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一个礼拜你的带领、你的同在、你的供应。主啊，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爱中，我们心中就没有惧怕。主，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全人献上，也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的金钱、将我们的才干献在你的面前，求主悦纳。在今天的崇拜中，恳求你再一次与我们连结，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心里倚靠你，就得着力量，就得着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弟兄姐妹们，要打开在《使徒行传》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4章。《使徒行传》14章，我们要从20节下半段到28节。《使徒行传》14章20节，看看你的左右邻居有没有圣经可以如果没有，跟他一起来分享。好了，预备好了，我们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在20节的下半段，第二天这边来。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两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昂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理真理可以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你的真理来帮助我们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成为蒙福的人，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心窍一开，我们就能够看见神你话语里面的奥秘。面对人生的艰难，我们得了秘诀，我们就能够胜过它。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有许多要去面对的，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昨天晚上恩典迫降，有一位青年来，然后也需要牧师为他祝福说牧师为我在人际关系来祝福，因为最难搞的是谁？是人不是自己事情都好解决但是最难搞的就是人不管是自己或是家人，或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不管是哪一些人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可能会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引发很严重的这样的冲突跟纷争那有一部的电影，它是在描写在黎巴嫩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一件微小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党员
还有他是一个修车工修车工。那另外一个就是巴勒斯坦难民一位工头装修房屋的工头。那这个就是因为一根水管，所以造成这样冲突，告上法庭。就本来要跟他谈，然后要有一句道歉，结果对方就武力相向揍得他受伤了。就因为这样一个冲突、语言冲突的事件，就造成族群可能我们看巴勒斯坦，还有这样的一个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宗教不同，然后这样族群不同，就引发这样的一个冲突导致整个国家的暴动。那我们就看到最近美国有没有？因为这个弗洛伊德的事件，所以引发在整个全美，甚至到墨西哥到其他的国家那因为这样两个人语言上，或者是因为你水管怎么把我滴下来这样造成这样的冲突，导致整个国家的混乱那面对这样冲突，怎么样去做解决？怎么去面对？我们看短短一个影片现代黎巴嫩展开。汽车修理工东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党徒，在某天都市更新的工程中，与巴勒斯坦工头叶瑟因为一根水管的装修问题爆发冲突，叶瑟更是出言辱骂了东尼。于是东尼一气之下将此事告上法庭，不料原本只是在两人之间的冲突，却因为双方的敏感身份以及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下越演越烈。有名的律师团队与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随着事件的发酵，这场官司造成的影响渐渐扩大至全国上下，许多极端主义分子也在此时开始蠢蠢欲动。这场令人不安的冲突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呢？那其实，在黎巴嫩它是一个比较不受回教的国家所控制的一个地方。在1975到1990当中，大概有15年的内战那好不容易这个内战结束了，但是这个影片告诉我们说，虽然内战结束了，但是人跟人之间那内心的征战还是继续可能因为一句话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因为一句话，我们现在因为一个罢免，所以你起来罢我就怎样，我就罢你，对不对？所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在我们的国家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冲突跟混乱那怎么去做这样的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这个总统出来调停也没有办法那到最后只是说人彼此有这样一个同理的时候，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冲突纷争能够真正的结束所以彼此的同理心，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同理，才能够帮助整个事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不是总统或是这些的法庭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决那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保罗他在做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他在透过医治这样的一个生来就瘸腿的西来的能开他怎么样去经历人把他们崇拜为神但是他拒绝这样的过程当中，面临这样的一个征战，甚至被石头打到半死人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有死，他再次起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就离开了，不管你们了。但是保罗、巴拿巴他们下到这个特比完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又回到路斯德，回到以哥念，回到比西底、安提阿，在那边做什么？做一些关怀、服侍，还有建立他的教会。教会不能只靠传道人，所以他回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可能受伤害，或者是受到这些的艰难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可以勇敢的怎样去面对。所以当他起来之后呢，他还是要面对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他起来了，他要面对什么？
新的生活。以前我可能透过乞讨就可以了啦，但现在要面临什么？找工作哎，人家看我，你有没有工作的经历？没有。你是老板要不要用？考虑考虑，可能比较有爱心的话，好，给你一次机会，对不对？但是他可能没有什么样的技能，只是有一个技能叫什么？要乞讨。所以面对他未来人生，他要勇敢的去面对，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面对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哦，也要面对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可能面对这些的困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我今天也是正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面对人际之间的一个困境哦，你只欠我一个道歉，但是你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道歉，谦卑的道歉？那我道歉了，你要不要接受？才能够使整个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有和睦。所以今天我们透过面对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可能自己或者是你参与在教会，哎呀，我信主都好像信主之前好像很顺，但为什么信主之后，却有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或者是挑战临到我呢？到底为什么？好，第二段是要帮助我们明白你怎么样挺过来，面对你人生的艰难困境，有什么秘诀可以帮助你？可能在你的婚姻，在我们人际的关系，或者在你的信仰的突破，你怎样去带领人来到教会？你怎样来牧养他们哦？当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真的哦，人生面对一些的困境，好难好难哦，特别是人的事情哦。牧师牧会26年来哦，事情都好解决，但是最麻烦的就是什么？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夫妇啊、亲子，或者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哦。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在这个路斯德，我们知道他被用石头打到半死的时候，他还是勇敢的回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因为他有先前的信仰的经历，不然他早就离开了哦。所以耶稣说：“你们都要跟从我，要背起什么？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十字架是大字还是小字？是很大的困难吗？可能是你的家族、你的另外一半可能是你的朋友你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才能够帮助自己，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越传福音，怎么阻碍越来越多呢？那会不会使你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呢？你信主之后碰到这些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信了哦？”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进神的国，进神的国。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是有什么样的祝福？是永恒吗？还是只是短暂的哦？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回到这样的一个特比到了特比，然后回到路斯德，是当初他们蒙受这样的一个灾难被石头打，然后有这样的伤害，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去面对，然后去建立教会，然后去帮助这些可能曾经破坏他们。但是你知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不要帮助他？保罗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勇敢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传福音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困境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第一个就是说，当你从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上面会受到一些的冲击当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当他们要被称为神的时候，他们拒绝，可能从中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往后我们也会提到说，在以弗所里面所碰到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或是你在那个地区传福音，可以影响很多的群众信主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当地这一些行天宫他现在停止烧香了，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到
既得利益者，会不会卖香的，对不对？哦，卖这些寄生的，都会影响哦。所以当时候可能对这些在这些宙斯的庙宇哦，或者是相关的产品，会有受到一些的冲击影响哦。第二个，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不同哦，所以带来整个这样的文化的冲击哦。你信耶稣之后，可能你的敬拜的仪式会改变了，对不对？以前烧香拜佛拜祖先，但是信主之后，怎么不拿香了啊？你是对祖先不敬，是不是？就会有产生这一些的挑战啊。那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可以回应说心敬虔最重要，对不对？行天宫还有那个龙山寺都怎样？现在都没有用香了，对不对？环保的问题。那在启示录里面讲说，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就好像什么馨香之祭一样。我们看到旧约其实拜很多，拜比现在的民间宗教信仰还厉害，对不对？但是因为耶稣来帮助我们解除了这些的困境这些的难处，所以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怎么样来敬拜。我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告别礼拜提到说再生一粒豆较赢安怎？死后拜低头，再生你好好的孝顺胜过你在这个亲人长辈过世的时候，你再拜一个猪头有没有？真的有拜猪头这样好，其实这次妈祖绕境，我们看到为什么他执意要虽然缩小规模，还是要怎样？还是要绕境？为什么？除了信仰表示虔诚之外，另外呢？知道吗？它有相关开发的文创商品，你知道吗？你看电视广告有多搭妈祖这个桥梁绕境的这样的一个时事对不对？有没有庞大的这样的商机？有。所以刚才讲的说，在既得利益者的冲突，第二个文化的不同。昨天我们看到彰化绕境又抢了，对不对？还要警察出来维护今天如果说我们来敬拜，要警察来维护，你觉得怎样？你抢第一排可以得祝福，可以吗？哇，这个要很多的思考对不对？我抢头香，我就得祝福更多吗？那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基督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怎样得救那我同样，如果不管是坐在第一排，坐在最后面一排，我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为什么大家抢来我这边，可能我开阔我的商机然后很多信众就会来这边，或者是他们认为我抢到我这边比较兴旺，我比较得更多的祝福。这就是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面，文化上的信仰上的不同。第三个，我们看到原本这些犹太人，他以为我们是选民，只有我们配得这样的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救恩。彼得在约帕祷告，还记得吗？他见到那个异象，上帝叫他3次，然后把他拿起宰了吃，宰了吃，宰了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表示什么？那些不洁净的，表示外邦人不洁净，他们不可以信主的，他们不可以得着这样救恩，只有我们配得。你看这选民的优越感只有我们可以，但是误解了上帝的心意上帝说，他喜欢万民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怎样沉沦所以误解了。所以当上帝一连叫他的时候，他才顺服，勉强顺服。结果看哥尼流全家信主了，外邦的门渐渐打开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选民优越感的这样的一个艰难冲突所以下一次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问题需要被解决的就是在传统信仰转化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可能你要面临的一些的观念转折要改变的。第四个，
为什么他们被石头打？如果你去看路加22章的69节，里面提到说，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其中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所以就被当成什么？亵渎上帝了。我们上次讲到被石头打其中有一个就是亵渎上帝、杀人，还有呢行淫乱。那其中有一个，所以可能因为这样那其实，在7章的在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提到，司提反为什么会也被石头打死？在他的一句话里面提到什么？他看见了人子坐在神的右边，又来了，所以他们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然后最后用石头把他们打。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们谈到什么？他们谈到说，摩西律法不可以使我们怎样称义？哇，这个犯了大忌，对不对？然后只有耶稣才能够成全这样的义不得了了可能是因为这样也被当什么异端，用石头打，所以。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军事的、政治的弥赛亚，是要带领我们能够恢复以色列王国，因为他们当时被罗马帝国统治所以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弥赛亚，而不是受苦的弥赛亚。耶稣竟然骑着驴驹，不是骑着战马。耶稣竟然是要钉十字架，而不是要带领我们恢复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这一些的选民呢，有时候他们失望了，所以从期待变为什么？失望，最后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第5个我们看到就是民族之间那个旧恨新仇他们被殖民，所以有时候从选民的优越感当中，他们不配得所以在整个被殖民的过程当中，他们心里有这些的不愿，就好像刚才那一个，你只欠我一个道歉这样。其实内在虽然内战结束了，但是内在还是不断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艰难，到底我碰到这困难，我来信主，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一些的困境呢？对我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或者别再慢慢写。你知道黄金怎么去锻炼吗？黄金要让它9999这样的一个纯金，要经过怎样？你们都没有买过黄金你要买的是比较纯的，对不对？9999.9，对不对？是要经过什么？我们这边有没有开金子店的？要锻炼，要用什么？火烧了。我们新民兄，对不对？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纯的这样的一个纯金是要经过淬炼，不断的锻炼，让它的杂质可以除掉。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这样，真的呢。如果神要让我们的信仰更纯正，可能他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影响我们进入到神国，进入到上帝国的恩典跟祝福的这一些的阻碍，把我们剔除掉。但剔除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痛苦难过。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提醒我们一起来念来。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呢，那这样你还信得下去吗？我们在上民间宗教信仰的那个老师基督徒是要苦得起苦会起这不是一条义路，但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是一条永恒的，不是只是暂时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经过什么这样的一个挑战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不容易，你知道吗？我曾经讲过，我妈妈要信主回到神的面前
阿嬷去派出所告他嘞，懂吗？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啊，真的，我母辈的一个执事啊，为了要信耶稣，被家人赶出去，他要睡牛车上面呢。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棒的这样信仰的长者啊，他做很好的工哦。我们看到保罗，他也说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传福音，我碰到饥饿，碰到困苦，碰到这一些的赤身露体等等，还要被逼迫、被迫害，甚至用石头打他。他经历过这样的太多的这样的困难哦。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还要信耶稣吗？要吗？真的吗？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了哦。因为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挑战、压力。牧师一天到晚就叫我们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哎呀，你不知道我像摩西一样拙口笨舌吗？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样讲我含满恭维，总是我做实在，对吧？我不知道怎么讲牧师一天到晚就叫我们传福音，传福音，有这样的压力，你知道吗？面对这样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讲什么，这也是一个压力啊，对不对？第二个，哎呀，我很忙我真的很忙你还要叫我传福音，还要陪伴他呢，要付出时间、代价、金钱呢，对不对？组长小云组长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很忙加班都来不及了但是主的话说，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优先顺序搞对了，你的忙碌就会比较改变，会变得比较轻省。受伤有时候怎样？我约了他来参加福音餐会，但是又被放鸽子了。我约了10个，就被拒绝10个。哎呀，真的怎样？心里会有一些的受伤害。牧师，你知道吗？每一次都要叫我们设定对象，然后现在又来了10月25号，我们55周年，我们要在那个国宴可能1000人嘛，对不对？又要牧师又要我们去设定对象，又要邀了。万一他又拒绝我怎么办？我心里真的是受到一些的伤害。那来了怎么样？我要跟他讲吗？或者是丢给牧师就好那是不是牧师说要关系性的布道跟栽培所以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继续来带领他。那我要跟他讲，他这样节制好不好？如果你不节制，你会下地我们又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因为牧师上过牧师的课，就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可能我害怕这样的一个失败，我曾经被拒绝过了，那我害怕再失败万一如果成功了，他进来了，我还要接纳他过去可能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这一些的语言对不对？讲了一些可能不好听的话，对不对？价值观的不同来到教会怎么样去适应教会的生活，我都要接纳他了，接纳他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言语行为等等不容易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做到？然后要继续的陪伴照顾他，对不对？晚上有事情了，我们的小组长体贴牧师知道吗？他们没有先告诉牧师，他们就自己小牧者嘛，到医院陪伴到晚上大概1点多我知道他真的很棒，所以你们终于了解牧师的明白了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是要付上代价的，你知道吗？对不对？那分配时间人一多，我们看出来教会饮食就出问题了可能各方面就会出问题，对不对？牧师的时间就不够用，3位牧者，我们这4000传道8月30号要封牧嘛3位牧师够不够？不够对不对？不够小会允许牧师就说再聘请一个关怀牧师但是资源呢？现在疫情又影响，对不对？所以都要考虑怎么样去分配这样的一个资源，还有呢协调现在小组越来越多的话，那空间的规划怎么安排？
教室够不够？说我们要不要扩展空间？扩展空间又要花钱啊，对不对？说，但是感谢主啊，神之前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啊，所以我们在为了隔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祷告，现在正在谈啊，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大的会堂啊，我们可以容纳500-600人的会堂这样哦。我们恳求主施恩啊哦，我们现在在最后阶段在谈这样的一个细节哦。那有一些的改变啊，现在人进来了，有不同样的语言，对不对？我们这边听华语的嘛，有的听不懂台语啊，你讲啥，对不对？所以可以去上白话字班，不然你说耶稣伫山顶教死人变教死人，对不对？彼得伫海边拍网变拍网，对。哇，所以呢语言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联合礼拜怎么办？怎么翻译的问题都会有一些问题，对不对？所以讲华语的讲台语的族群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要增加一些的这场次或者是聚会了。有一些族群的不同，我们要顾虑到可能在言语上有新住民，有原住民，有什么？客家的有这个火罗朗等等，在教会要一起融合，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有智慧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牧养嘛？有年长的，有儿少的，我们怎样去牧养？这都是一个困难，都是在考验牧师团队，对不对？感谢主，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一团队，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艰难？这样的秘诀从哪里来啊？其实保罗回到各教会去兼顾他们，用一个很重要，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告诉我们说，可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钉十字架？他不是有全能吗？他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为什么在整个这样一个训练使徒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他要被他的使徒出卖？我不知道耶稣问过为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被背叛过吗？或者是被伤害过吗？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爱，因为爱，所以他愿意付上代价。我相信做小组长或者做同工的长子的，因为爱，因为神爱你，你知道神爱你，然后你也承接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你知道我要爱我的羊群，就好像耶稣交代彼得一样，你爱我吗？然后怎样喂养我的羊。因为爱的缘故，所以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你知道吗？昨天我在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来到台前祷告，然后我问他：你是接受信仰了吗？接受洗礼了吗？还没有，我就为他们祝。你知道耶稣爱你吗？爱你爱到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代价吗？爱使我们不足、不完全的人可以被怎样被接纳。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是兼顾这些软弱的、被伤害的，然后怎样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然后面对他们的困境所以保罗说，我们进入到神国，可能会有一些的困难。神没有应许花香然后天色常蓝，但是他应许什么？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表示说，他要与你同在，他会给你有足够这样的能力去应付你所面对这一些的艰难。所以他拿什么来兼顾？里面教导我们说，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来勉励他们。另外一个翻译说，他们用他们的爱来怎样帮助这些的信徒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不离弃这样的信仰。所以信心能够帮助他们兼顾他们。那保罗他们自己亲身经历了，耶稣也经历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有这样用上帝的话语来兼顾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游行使徒团，然后他们到可能路斯德所建立的教会兼顾他们，然后最重要一句话，选立长老，
然后托付给他们继续来做牧养。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这样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特别是我们常常受到言语来的伤害，对不对？因为一句话你受伤了。最近可能因为政治的关系，我们看到哦，也因为牧师，你知道吗？就会有同工来说，因为他们在谈那个政治的关系，最近的选举的关系，所以有一个可能讲输了或者是受伤了，那我考虑要换教会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哦？好，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可能这个言语会你会觉得被霸凌被霸凌怎么样？你怎么样去回应？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短短的影片You're an idiot. What'd you say? You're an idiot. You're an idiot. You're ugly. That hurts my feelings. Yeah, like I care. I'm gonna get you in trouble. Sure, short stuff. I'm taller than you. Shut up. You call me an idiot one more time and I will windmill kick your face. Like I care. Like you could do anything in those clothes. These clothes are freaking awesome, okay? Sure, plaid and sweater vest. Oh, you have eyes. You can see. Stop being mean. I hate your face. Stop being mean. I hate blonde people. All right, give her a big hand clap. She did great. All right, now hold on. Good job. All right. I tried to stop you. I couldn't. You did a great job. We're going to play one last time. Same rules. You can call me an idiot. I'm going to try to stop you. Don't let me stop you, okay? You keep being mean to me. Do you think I can stop her? No. All right, I'll try. Here we go. On the count of 3, everyone say action. 1, 2, 3. Go ahead and call me an idiot. You're an idiot. Oh, you think I'm an idiot? Yeah. Yeah, sometimes I do stupid things. That's true. Yeah, you do. You always do stupid things. I know. You're so smart. You're so lucky. Yes, I am. You're awesome. Thank you. And you're not. I know. We established that. Cool. Look, my happiness is not based on whether you think I'm cool or not. I'm going to be happy even if you hate my guts. Okay. And I'll always be nice to you, sweetheart. Okay. No. Isn't she lovel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I won. Give me a big hand clap. That was awesome. Sociologists have been. 好，我们看到这边其实后面还有那其实就是说，如果你一句我一句，对不对？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样冲突。但是当第二段在示范的时候，就说，好，你讲我是很笨这样。那当他好像保罗说，我何时软弱，靠主何时得刚强那他有智慧的言语回应，最后战胜了这些语言的霸凌。有一些人他们经不起语言的霸凌，可能就是怎样受伤了或者是退缩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示范可以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信仰的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有怎样面对用智慧的言语来面对回应他那这个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很重要的。如果你骂我一句，我骂你2句，这样永远没完没了，对不对？好，这个可以回去搜寻一下影片，可以继续看很棒的一个影片那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说对的话合宜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帮助你，最后那彼此之间关系会有一些的改善第三，我们看到道理真理可以帮助我们让他的软弱心可以被坚固起来，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一些的困境然后保罗他虽然经过这样的，下一次我们会提到说他在监狱里面他们所面对这一些的困境，怎么样去胜过面对好，所以提醒我们，神的道帮助我们以外，你了解这些信仰，你还是要接受训练。所以回应到刚才我们谈到这些的艰难，对不对？我有压力，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牧师就开课嘛。接受这样的一个关系性的栽培，怎样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属灵家长？属灵家长到底在谈什么？原来就是你怎样帮助你设定对象，怎么样去帮助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怎么样建立关系？
你没有口才没有关系，但是透过这一些的课程，可以帮助你能够训练你勇敢的踏出来。牧师不是一开始我们在凤山教的时候，我还是很内向，你知道吗？我不敢在人的面前来讲话一讲话就会怯场，就会就是不知所措但是因为接受这样一个训练，我的传道训练我，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受栽培的时候我们在灵性上这样的追求，神的话就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亚的信心，然后约瑟的智慧，对不对然后保罗他的勇敢好，愿意付上时间代价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的优先顺序对了，这一些的祝福就下来了。但训练我们有爱心、有耐心，能够帮助我们，才能够去牧养。不然有时候知道羊是不可爱的吗？羊有时候不听话，所以耶稣用那个寻找失羊的比喻，其实背后我们知道羊的个性。那其实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狼爸爸惯了，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不同，但是都有他的可爱的一面，他的需要的一面。所以透过这样，我们看到怎么样建立保罗，他就到各地建立这一些的团队起来，然后选立长老。所以为什么要选立长老？透过这执事的养成，然后他2任之后休息1任，然后才有机会被选为长老。为什么？在信仰上是要被怎样训练装备，才能够去承接这样一个使命，来牧养、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养成真的不容易也不要轻言有这样的一个放弃所以透过这样一个使命的传承，我们看到以哥念，我们看到路斯德，看到比西里、安提阿这一些的被建立的新的教会，因为有这些同工起来承接，所以让保罗他可以继续他们这个团队可以继续在外面去传福音，然后建立新的一个教会再过来我们就看到第2次的布道旅行，第3次的布道旅行这样最后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整个事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让圣灵来带领。要去哪里祷告？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从彼得的身上，从保罗巴拿巴他们身上，他们要做事工先祷告，神就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启发然后开启他们的眼界，然后他们就顺服来带领。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艰难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在信仰上面，我们看到圣经就是给我们一面镜子，然后让我们学习。从这些的信仰的前辈上面，我们怎样去学习面对可能在传福音上，在个人的、在家庭上的一些的困难，我们知道会有。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不是信耶稣之后你都不会遇到苦难弟兄姐妹。但是这苦难就是什么？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成长、淬炼，让我们更能够在信仰上的存全。第2个，我们看到经历这样的艰难，一定有这样的秘诀给我们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他在这样的秘诀当中，他能够继续来传福音，来带领整个这样使徒团队能够进入到新的一个宣教的领域。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一起站立，我们来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在思想一件目前你碰到的一些的困境。当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主啊，我靠着加给我力量，我胜过这一个难处。如果都没有难处最好，但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都会有。所以当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充满帮助你，给你有足够的信心牧师要带领整个教会不容易我是谁但是神若与我同在，我就不惧怕。所以当你面对你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工作、你的家庭的困境，不要害怕。保罗已经深深的体验，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够
面对胜过去胜过他。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求主给我们信心。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可能面对的传福音的困难，要带领家人信主很难，或者是我们在出信的过程当中，看见人所做的，听见人的言语，几乎要退缩，要跌倒。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注目仰望耶稣，你帮助我们除掉一切拦阻我们继续向前走在你恩典道路的阻碍。保罗得了秘诀，我靠了那加给我力量，或是困苦缺乏，面对各样的困难，他随时随在，因为你加给他力量，所以他得了秘诀。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力量的，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困境，胜过他，是因为主你的同在跟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愿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权柄充满你们，让你们拥有属天的能力，胜过黑暗权势的拦阻。天父上帝，你是爱的源头，因为你爱，所以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赐给我们爱的力量，我们能够愿意走下去，陪伴慕道的朋友。主圣灵，若没有你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感动每个人的心，认识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依靠。感动我们心，让我们知道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随时的
向人传福音，同得福音的好处，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是我四围的盾牌。弟兄姐妹，请坐。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英雄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礼拜到这边，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上帝赐我们未来一周充满平安、喜乐跟盼望。